好，各位大家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师父鼓励，希望大家呢，如果我们生活不贪不嗔不贪心嘛，我们不要贪心，不是属于自己的东西，你去贪，内心就有负担，内心就会负担。你不争斗，不跟人家争斗，那么我们呢，内心当中就平静如水快快乐乐，非常吉祥如意。不争就不会树敌了。所以如果一个人修行的过程当中，你不会去贪求，我们的欲望没有那么强。人家说烦恼皆有太易取烦恼从哪里来？因为我们要贪心，我们要去追求，所以呢得不到，就烦恼就来了。所以你如果不贪，不去斗争，我们就减少受伤这句话是很通俗的，很简单很容易就明白，就不贪不嗔，就会减少受伤。如果一戒不齐，这一个东西不是我的，我绝对不会随便去拿、去偷、去抢，我一个东西都不要。那么我们就满心欢喜。为什么？知足常乐我不要，这不是我的东西嘛，我不要去为了这个东西来让大家觉得我好像是一个小偷一样，我没有这种作为。人家觉得人格高尚，所以你满心欢喜，快快乐乐的过日子很幸福的这样的过你太平无事的日子。师父要希望大家不贪不嗔，一戒不齐，希望大家满心欢喜。谢谢大家，南无阿弥陀佛。